雲大鄉里出醒記，好古怪嘅拆靜嘅一個建築物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係我 Karen 奇雲我啊，認唔認得我呢？今日一身嘅文青碌嚟到呢個大紅蘋果隔離，有冇朋友知道我喺邊呢？土瓜灣屬於九龍城區，蘊藏住豐富嘅歷史景點、老字號同埋特色小店。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少接觸九龍城呢一帶，以前冇鐵路站，好似真係揾唔到原因要搭車嚟呢一區。但係隨住鐵路站嘅落成同埋近年興起探索舊區、城市散步，俾咗好多原因我哋去探索呢個地方。冇錯啦，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呢個紅蘋果咧喺土瓜灣係好出名㗎。喺市政大樓嗰度有2個紅蘋果。咁其實住喺呢一帶嘅居民咧，好多咧直接就會嗌紅蘋果站落車。其實就係呢一度啦，就係呢個市政大樓嗰度落車。咁首先講一講咧，其實我就喺個土瓜灣嘅 A 出口啦，出咗之後咧已經好多嘢影。呢集咧係騎雲大鄉里出醒記。咁咧出到大馬路咧，已經有好多舊式嘅建築啦。另一邊咧就可以睇到獅子山。咁作為山系嘅人咧，當然咧我唰一聲就望到座山啦，即刻咧就影咗佢啦，已經好開心，偷影隻獅子。咁大家影完出邊之後咧，就可以行上去市政大樓上邊。我而家就喺市政大樓嘅隔離。咁點解咧會有今集嘅出現咧？點解奇雲今日又會攞住部咁靚仔嘅相機咧？其實就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 IG 嘅話咧，就知道早幾日咧我就跟一班攝影師朋友嚟咗土瓜灣呢度影相啦。咁其實今日嘅呢條路線咧都係佢哋 inspire 我嘅。咁嗰日咧我哋就一齊去試用呢一部新機。咁呢一部咧係 OM System 嘅 OM3。咁今日咧都會有一啲片段咧會話俾大家聽，佢係點樣嘅啦，同埋好攰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呢一個籃球場，就算大家唔係上嚟影相咧，上嚟清靜下咧都好正喎。因為平時啲籃球場通常都多人打波噶嘛，同埋下邊咧就好多車好多人啦。一上到嚟咧就好靜，大家喺度坐下傾下偈，我覺得都幾舒服。今日我攞呢部機咧係真係勁靚仔嘅，所以我今日都要着翻靚啲去配襯佢啦。佢係勁復古風㗎。佢其實咧係一個復刻版嚟㗎，以前咧係一個菲林相機嚟㗎，就係 OM1 啦。而家咧出咗 OM3，咁當然佢唔係菲林相機，但佢有好多特色嘢位。我哋一陣間咧就會邊試就邊介紹啦。手上呢部靚仔相機係 OM System， 以前係 Olympus， 定位係戶外攝影品牌。最新呢部 OM3 佢嘅外形非常復古輕巧，帶去戶外同埋旅行都好方便㗎。而家我哋望到咧下邊一條好彩色嘅街，就準備要落去啦。咁啊真係滿足眼球啊！好靚啊！前面呢啲建築物係彩色嘅，呢幾間學校都係超彩色嘅。呢度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咧，其實呢個 OM3 嘅機咧，佢前面咧有個轉盤㗎，呢個轉盤咧係勁多嘢玩㗎。咁而家咧，我想玩咧佢個 Art Mode， 佢有好多個模式咧可以揀㗎。我好中意佢呢個第16號。係啦，呢一個咧係即影即有嘅菲林啊。呢個位置我覺得都好靚，其實就係頭先只係行前咗一條街，咁好彩色嘅學校啦，隔離咧都有典型呢個彩色嘅唐樓。呢個位置大家影相咧就小心啲啦，唔好行咗出馬路啦。呢間永香冰室喺1959年嘅時候已經開業㗎啦，而家仍然保留唔少上世紀50年代嘅裝飾。不過聽講佢唔係太中意大家圍住去拍片影相，所以大家尊重翻店鋪，保持翻一定距離啦。見到下一個目標啦，就係條天橋，真心得意。經過新山道咧，就出咗嚟九龍城道。下邊我會放翻個路線地圖出嚟。而家就要上一條好得意嘅天橋啊！呢條橋係好多土瓜灣人佢哋都知道嘅一條橋，因為佢哋會兩邊 cross over 對面咁樣啦。佢哋都會形容為有啲離心力同埋好震撼嘅一條橋，因為外邊睇起上嚟就冇乜嘢，但係上到嚟其實都佢個扶手比較低嘅，所以一望落去，你望耐少少就會覺得腳震咁樣咯，係一個測試畏高嘅一個幾有趣嘅城市空間咁樣。大家一定要親身上嚟感受下呢條橋，我好似覺得頭暈暈啫，所以我冇食嘢咧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個馬頭角道嗰度咧，其實呢度一立望過去，大家會見到好彩色嘅一堆唐樓。呢一紮咧就係13街啦。咁13街咧就唔係一個
正規嘅名啦，因為呢度有13條好窄好細嘅小巷咧，咁就統稱為13街。呢度喺1920年代開始大規模咁樣發展工廠，去到1959年住屋需求大增，地主就將土地轉為興建唐樓，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13街唐樓群啦。呢一堆唐樓群嘅地下當時係商鋪，而樓上就係商住兩用。由於13街本身係私人街道嚟嘅，路邊泊車冇網管，所以就吸引咗大量嘅車房進駐，至今仍然都有好多車房喺度營業㗎。佢呢個叫做即影即有菲林，呢個色系咧都係好靚嘅。嗱，呢個粗粒效果1啦，同埋粗粒效果2，懟上去影啦，已經好似點影都已經覺得自己係大師級咁樣。頭先提到相機嘅前邊有 Creative Dial， 除咗可以揀我好中意嘅 Art Mode 之外， OM3 其中一個主打係佢嘅色彩設定檔 Color Mode。開咗呢一個設定檔之後，大家可以喺色盤嗰度隨意咁樣調色，俾到攝影師好大嘅發揮空間。大家亦都可以揀單色控制嘅。要前往呢個13街。城市拍 vlog 咧，我一樣唔慣嘅嘢咧係要睇車啊！我而家經過13街，前面有一個好得意嘅清拆嘅時候咧，清拆整一塊嘅嘢，係咪唔知我講咩咧？唔緊要，你喺度望埋去就知㗎啦。就行到去呢個鷹揚街嘅對出啦，咁咧會見到一個好古怪嘅拆淨嘅一個建築物啦，度之前係紗廠，聽聞咧係因為有一啲清拆嘅時候咧有一啲分歧啦，最嬲尾咧就拆淨咗呢一面嘅，我都唔知道叫咩，一面牆咁樣啦，非常之古怪一個現象，好有趣嘅一個地點啦，咁所以大家可以嚟睇睇呢個啦，真心搞笑啊呢個！其實咧穿越咗13街其中一條街，你打橫行咧已經行翻牛棚。其實我哋會圍住咗13街嗰一忽咧行咗一個圈啦。咁而家就嚟到牛棚。呢度就係牛棚藝術村啦，佢嘅前身係碼頭角新速檢疫站，喺1908年嘅時候建成，99年就停止運作。由紅磚建成嘅碼頭角牛房好有西方20世紀初嘅市集特色。呢度改建之後被分拆為多個單位，租俾本地藝術創作家去做 studio， 慢慢就變成牛棚藝術村啦。呢度現時係被評為香港2級歷史建築，係好多人中意嚟打卡影相嘅地方嚟㗎。嚟到牛棚藝術村，基本上就到處都係打卡位㗎啦，咁啊自由發揮，周圍影，有排影，預多啲時間。呢一個牛棚藝術村啲亞地咧，原來開到夜晚10點鐘嘅，咁所以如果大家唔繼續去我之後嘅行程，因為之後係會坐船過埋北角嗰邊嘅。如果唔去嗰邊嘅行程，其實你可以好晏先嚟呢邊啦，因為夜晚都開。想像以前呢度呢啲位都係牛牛喺度飲水。咁咧頭先前半段影片咧，我就用咗個長鏡頭啦，但係其實咧，如果用翻一個細嘅鏡頭、短鏡頭咧，佢係好輕巧嘅，大家可以見到嘛，唔會跌咗啩個布布。其實佢本身咧有一個特點咧，就係可以調色㗎。大家可以喺網上邊咧揾到一啲列表啦，可以講翻可能當年唔知邊一部懷舊相機嘅一個色彩表。大家係可以跟住嗰啲表去調啦，或者自由發揮調啦。調完之後，亦都可以 share 俾人。濃化色調效果，我中意嗰隻紅。咁可能呢啲都因人而異嘅，可能有人會覺得佢太紅嘅，咁唔 sure 啦。但係佢又靚又輕，跟住又好多 filter 影出嚟，好有 feel， 係會心動我。咁真係我要拉埋你哋一齊落坑啊！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去九龍城碼頭啦，然之後搭船去北角。咁以下落嚟嘅行程就交俾前幾日嘅我去報道啦。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個前九龍城碼頭啊！之前有一次同大家嚟過，就係我話好似新化已經有喪屍跳出嚟嗰笪地，仲記唔記得？即係尖沙咀行去觀塘嗰條片，我哋有見過呢一個。要去北角啦！而家等船啊，所以就喺度睇片，唔係睇片睇相，講慣咗睇片。冇得上船啦！我哋好慢波波啊！
九龍城碼頭喺1956年嘅時候啟用，係香港2級歷史建築嚟㗎。呢度嘅船半小時一班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留5至10分鐘喺碼頭嗰度打卡影相。另外，呢條航道其實係寵物友善嘅航道，想帶埋毛孩一齊遊走城市都冇問題啊！而家經過嘅海心公園啊，之前同大家行過嘅呢度記唔記得？咁咧，我哋就嚟到北角啦。原來嚟到北角呢邊呢個碼頭都好多嘢影㗎。頭先又去咗咯碼頭嘅另一邊啦，就有呢個往紅磡同埋九龍城嘅嗰個燈箱。而家就正式踏足北角。一落船咧已經好多嘢影㗎，一落船已經係海鮮鋪嚟㗎，好有趣，就可以即刻埋去買海鮮啦已經。其實頭先九龍城啦，我都覺得幾驚訝，都好多嘢影同埋好多嘢睇，係幾有趣嘅。即使咧我本身大家都知我本身唔係玩開攝影噶嘛，去到嗰區咧好似哇，我哋真係靈感湧現咯！一落咗船之後咧，基本上直行啦，直行都唔使5分鐘咧，已經見到新光戲院。不過咧，我太肚餓啦，落船咧好多小食店，吉咗串燒賣食啊！新光戲院喺1972年嘅時候開幕，其實喺出片嘅呢一日佢已經結咗業啦。呢度曾經舉行過好多文化活動，包括粵劇，被稱為香港粵劇殿堂，更加喺美國時代雜誌遊客不可錯過的亞洲體驗投票之中排名第7名。翻查翻資料，其實新光戲院過去都有好幾次面臨結業，不過當中有好多人出手交涉投資翻身，已經避過咗好多次結業嘅危機。最後新光戲院係今個月嘅3號結業，呢度之後會變成一間教堂，而呢度嘅粵劇作品將會移遷去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上映。誤打誤撞之下呢，就遇上新光戲院將要結業啦。其實剩翻幾日嘅啫，可以記錄呢一個就快沒有嘅地方啦，咁都係可能係大家嘅集體回憶啦。雖然我就老實講冇乜回憶喺度啦，咁但係幫大家記錄咗啦。而家同各位攝影師喺度傾緊偈，今日都好開心。我本身冇乜攝影師嘅朋友嘅，今日係一個全新嘅角度去認識呢樣嘢，好好玩啊！今日佢有好多嗰啲 filter 啦，同埋可以調色啦，係好有 feel 啊！即刻成個城市咧，好似充滿層次感同埋一種味道，幾有趣嘅一日。城市都一樣咁好玩，同我上次咧深水埗同過大家講過呢樣嘢。而家我有少少已經咁，如果中意呢段短片咧，咁就記得就俾個手指公啦，訂閱呢個頻道啦，喺下邊嗰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覺得呢部相機點啊？同埋今日嗰條路線係點樣咧？同埋覺得我呢個文青 look 點啊？係咪好睇唔慣啊？係咪好想我着翻行山嘅衫？下次就應該都喺山上見㗎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